44岁艺人蔡淑臻和小她4岁的男星李佩旭爱情长跑7年，感情一直都很稳定。岂料近日李佩旭在脸书写下尊重你一直想追求的自由，再加上有媒体拍到蔡淑臻和小15岁的医师当街拥抱，引发情变风波。虽然10代蔡淑臻否认绯闻，李佩旭昨天13日又在脸书写下2个字：杞人疑窦。蔡淑臻近日被周刊拍到和小15岁的嫩医师疑似甜蜜约会，两人当街拥抱宛如恋人。事后10代蔡淑臻回应男方是医师谢明如，两人仅为医师和病患的关系。蔡淑臻70多岁的母亲因压迫性骨折疼痛严重，穿着背架又因为白闪到腰，蔡淑臻心急才拜托谢医师当天抽空到她位于新店的住处探视妈妈病况。谢医师答应晚上可过去后，蔡淑臻则请医师吃午餐答谢。被拍到当街拥抱，蔡淑臻强调那纯粹是朋友之间安慰的互动，没有其他意思。蔡淑臻虽否认绯闻，李佩旭昨在脸书上意有所指的写下粉饰2字，令人联想是否就是在说女方。不少网友看完纷纷留言表示爱，无法说什么，终究会天亮，加油，太平，一切都会过去，哥加油，时间是良药，日子会过去的。